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的外交，咱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确定甲台湾要来断交，确定有更加详细说明。根据统计 ，PM2.5上高的所在是在家己，可能是甲烧香拜拜有关系，严重影响着身体健康。沙特阿拉伯两个大型石油设施受到也门叛军的攻击，目前是影响对全世界石油出货。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台湾外交的消息。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在今仔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要甲台湾断交，要甲中国来建交。内阁会议内面是有27票支持外交转向，0票反对，6票来弃权。外交部长郭昭燮在今仔日6点半的时阵，也亲身举行记者会，说明着台所的关系。所罗门群岛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中通过决议，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对此一决定至为遗憾，并予强力谴责。政府并宣布自即日起终止与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立即撤离我大使馆、技术团及台湾卫生中心人员。我方并要求所罗门也立即撤离其政府驻台人员。外交部长郭昭燮表示，已经向总统报告，甲其愿意负起政治责任。台湾甲所罗门是自1983年来建交，邦交关系36年。所罗门的人口大约是60万人，是台湾伫南太平洋上界大的邦交国。断交了后，是总统蔡英文对2016年5月就职了后第6个断交的国家。咱的邦交国敢若剩16个。人讲强版的果子袂甜，强求的爱情是袂圆。不过在今仔日台北时间，今仔日中昼，外交部处长则带团到位，希望挽回到咱甲所罗门的关系。不过所罗门当地的媒体来报道讲，所罗门政府拍算要甲咱台湾大赛豁出去，而且伫拄则上新的消息，所罗门要甲咱台湾来断交。外交部处长齐书俭访问团一日到所罗门国际机场，遭受到热烈欢迎。所国外交部处长贝克也亲身接机，为了表达所国对台湾的支持，军将摕到布条，唔但维护台湾甲所国两国国旗，顶面也写着基督徒支持台湾，以及向中国讲话这条语。齐书俭必须时特别向所国发话，爱对台湾有信心，同时宣布会带来新的援助计划。This time, I'm going to announce what projects to help Solomon Islands people. We shall work together with your people and your governments. We have confidence in you, and I hope you have confidence in us too. 就当地媒体报道，所国政府正准备驱逐两国大赛，引发台湾甲所罗门邦交发生变化议论。那齐书俭亲身率团甲所国高层会面，外交部也发声明稿，讲所国政府无驱逐两国大赛了问题的进行，同时也澄清大赛也无开钱，又说亲中议员转向支持台湾，讲这全部是假消息。这是纯属恶性的谣言，目的呢，它其实是在打击台所关系相关的援助计划。我们绝对不会跟中国进行恶性的金钱外交竞逐。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系我们与所国的邦交，好，也避免呢中国的动作，好来冲击这个区域的安全以及稳定。也毋过，所罗门内阁也有党团会议，拜一搁再召开特别核心会议，讨论是不是转向甲中国建交。暗头啊，所国网络社群发布一个投票结果，执政联名党团33席内底，27个人支持转向中国，无人支持甲台湾维持邦交，6个人是弃权。
并且指出，所罗门政府会在拜二正式宣布转向中国。大所邦交36年，所国外交委员会主席昆尼罗斯发表声明，批评所国总理苏加瓦瑞失信国会甲美国，呼吁卖着急制决定，应该彻底检视外交的转向的得失。总理苏加瓦瑞21号要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甲美国副总统潘斯会面。大所是毋是断交，会在出访进行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内政治消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伫12宣布要退出国民党，伊敢会伫明仔载，也就是最后的登记期限来登记参选呢？副手是向郭赢来表示讲，副手的名单伫郭党的心目中，明仔载一定会互大家一个交代。若准是要来参选，会请幕僚去中选会来申请。另外，在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伊也强调讲，伊会尽最大力量，希望郭台铭会当回头。中选会为13到17号受理申请为总统、副总统选举备联主人，外界拢关心郭台铭是毋是会伫17号最后期限进前登记参选，副手是什么人呢？外传郭台铭要邀请对象除了已经表明无意愿的，高医大院长欧明峰以外，也有讲无心行政治路的成大校长苏慧珍，甲后车政权的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以及成功金控副董事长李记祖等人，对初幕僚强调郭台铭人脉真高。找副手无困难。外界对于这个副手的形容有多种版本出来哦。那今天早上郭先生其实对于副手人选他也没有多做透露。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都不能够先讲哦，就是怕会见光死。那副手人选其实他也已经都有定见了。另外传出郭台铭是不是参选真济剧本，幕僚表示这是无影代志，也强调副手名单伫伊的心内，17号会互大家交代。不过，不少蓝营支持者烦恼，卡出郭台铭参选，会造成蓝营分裂，冲击选情。对此，吴敦强调会尽上大努力挽回郭台铭，不过决定权也是伫郭台铭手上。用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确认他能够回头。我们会运用各种方法去接触，去希望能够回头，但是不一定啊。我们尽最大努力。对于吴敦义所讲的话，郭台铭幕僚强调，中秋连假国民党确实有重要人士想要居中合调，不过郭台铭不是好战的人，希望外界给伊一点时间，确实决定参选，17号会由幕僚代替伊到中选会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选举伫要到啊，真侪代志拢有可能互压出来，而且用悍镜来检视。在顶礼拜高雄的大港开唱音乐节，和高雄市政府来查销。在今仔日，前分法局长也指控讲，市政府也当咧调查到2011年到2018年相关剧团的演出经费，其中也包括到明华园。文化局也出来配合讲，因为这个演出的经费和议员甲外界的质疑，才会来进行调查，而且无大细心的问题。2019年大戏首演选伫高雄维美也发表，明华园大细组团会当讲当年拢到高雄演出，也是自高雄县市合并以前，就一直是官方邀请演出的团体。也毋过高雄市前文化局长无情担任罢免韩国路团体 WeCare 调制定盈利，也了指控市府团体调查过去砖头艺术节邀请经费，其中也查了明华园，包含185场的庄头易碎节的所有的公文、计划书。所有的核销资料，包含春天艺术节们补助歌仔戏的这些资料，全部送政风。顶礼拜高雄大港开唱音乐节主办单位才讲被市府查销，盈利掠算。艺术节为2011年到2018年文化局查的场数达到185场，以高雄在地团队占大多数。也毋过文化局澄清，是因为起步心灵中建的每场演出经费关过艺术节，比外界是机关机器才进行内部比价澄清，并无找任何剧团查销，剧团也唔知影。这些资料纯粹是文化局单位内我们内部资料的一个流通、调阅跟查核，绝对没有外流到政风去。文化局强调，起步是户外大牌演出，艺术节是室内，而且有多场优惠价，才会造成外界误会。又是起步的绩效较悬，市府团队行政作为定受到质疑。总统蔡英文也讲，高雄市单独带大汉囡仔，佮叫人骗去。市长韩国瑜反驳这是封建思想。蔡英文总统讲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完全是皇帝时代封建的想法，民主，人民做主。如果做得这么好，20年来民进党在高雄执政的这么好，韩国瑜绝对不会选上市长。强调8月到8月5并市政韩国瑜无加讲参选总统的问题，不过伊所到的所在也是有韩粉的包围。韩国瑜呼吁韩粉平常时唔通捌选举，以免违反行政无中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所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官方网站伫昨暗正式来上线，不过在今日透早就有人来攻击伊的网站，也因为有各自外泄的问题，郭文哲讲会报警来处理。另外在明仔就是总统被连署人登记的最后一天，过党的目前到今是也未来公破。郭文哲也来讲，就算个当拖嘛是到明仔下晡5点。而且也替过党上好口号，就是台湾电开机。最好的选择。台北市长郭文哲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官方网站15正式上线，招收党员采用混沌作业。不过网站16透早互骇客侵入，暂时关起来，也传出有来政部官员受到入党的感信。骇客进去侵入，然后做什么？就是用那个网站在发简讯嘛。那这个就表示说，我这个的确开张第一天就被骇客干掉。这些又是涉及各自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有要报警吗？那当然要报警处理啊。是毋是互有心人士针对郭文哲讲，无因其他每一个人拢有善意，也有法度挡会牢。另外，民众党也有计16开始陆续公布区域甲无分区立委名单。确定了就先公布了，让人家也可以选举上比较方便，因为只剩下4个月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会说什么一批一起公布了，就大概就分批处理了。李郭台铭一直无宣布参选，郭文哲强调上班17会有答案，也替郭台铭上好口号。反正再怎么拖，就拖到明天下午5点嘛，对不对？台湾同开机啊，这是我帮他想的口号。郭台铭郭文哲要结平，也毋过郭台铭是毋是要选郭文哲讲唔知影，只是讲确定若是要选会到3天连署。若是郭台铭决定完登记，问伊是毋是家己亲身出来选，对此伊只是讲时间上赶，安怎准备还阁想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虽然这个反送中已经满100天啊，而且香港政府已经宣布讲要撤回逃犯条例，不过这个问题也是未收煞。警方唔批准因假日来游行，不过这示威者也是上到街头来抗议，也发生警民的冲突。在今日透早，民主派的议员谴责警方是乱抓人。不过，香港警察协会也发表声明讲，谴责这的示威者是用汽油弹在咧攻击别人，警察是会当用真正的枪支来对付因。车伫警方盾牌后边，前媒体黄色讲的是一名香港浸会大学学生记者，伊的牌内底有一支刀，讲是切过饼用的。不过香港警方认定伊藏有攻击性武器，将伊抓起来。这个举动引发浸大学生不满，16号下晡伫校园内底发起游行，谴责警方乌白抓人。香港反送中抗争满100天，街仔路抗争是未当收线，警民冲突激化，民主派议员开记者会批评警方乌白抓人，已經是到互人想未到嘅地步。濫捕嘅情況咧，已經係去到匪夷所思嘅地步，連11歲嘅小朋友都不放過。或者你着埋黑衫咧嚇，就一定係原罪。民主黨議員林道廷佫提出相片指證，警方宣表面上掠攻擊示威者人，後來卻提盾牌保護伊，執法是無夠中立。有議員指出，警方根本縱容特定人士，不但只係知法犯法，而係要縱容咧有一啲有背景、有勢力嘅人士咧，係去縱容佢犯多啲嘅法。民主派不滿香港警方連議員攏掠，民主黨議員柯志芳伫北港進行表態動作，竟然也以阻車辦公的罪名被帶走。不過香港警方拍算採取更加強的做法。香港警察隊員組織協會16號發表聲明，譴責示威者有組織以手段攻擊警察，警察對這種致命武器應使用實彈來對付示威者，以求自保。Many protesters took justice in their own hands and harshly assault people who are not on their side. We express the strongest condemnation against such reckless and rudeness
violence. 香港警方也伫记者会放上影片，表示示威者破坏行为有亲一港铁站破坏公务自治、汽油弹攻击警察，画面也显示一般市民也被攻击流血。佮表示目前上重视止暴制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中国自8月开始限制中国旅客来到台湾自由行，不过真有风声讲会针对着金门、马祖、澎湖这3个所在来讨伐。这3个外岛的地方政府也希望讲观光的好光景会当回来。受到两岸关系急动影响，8月开始，中国停发陆客自由行签证，也限制团客配额。9月也停止陆客透过离岛小三通来台湾旅游，造成金门、马祖、澎湖的陆客观光产业大受影响。气象传出，中国会针对陆客到离岛小三通自由行来放松政策。20起，福建台办也恢复受理相关的签证业务。针对于这一方面的讯息，我们有听到，就说是金门方面的业者有关这个小三通的传闻，我们是有听到一些，但是现在目前这种东西只是止于传闻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人肯证实这个事情。根据金门县政府提供的资料，9月1号到10号，小三通陆客无到4300人次，甲去年同期超过16000人次比较，减少7%。而陆客大约占金门小三通客源的45%，其中7%是自由行，限速冲击真明显。就马祖每年陆客量大约占观光客总数1%。因为离岛3县长在8月中旬到庭拜会各代办，根据了解，陆客一答应会思考限速对着离岛观光生活影响。联谊他的承诺是他们会思考，然后他们也讲说，他们其实金马澎对这些居民来讲，真的是比较大的事情这样子啦。他们有讲金马澎3地的老百姓的福祉啊，他们其实非常放在心上，在交通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上会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啊，这个政策小三通不要受到限制啊。共创双赢啦。澎湖县政府也讲，重新开放陆客小三通自由行，用连接金门、马祖、澎湖的跳岛旅游，对陆客市场回稳有帮助。而金门、马祖、澎湖拢期待并且乐观其成。不过对着限速什么时阵放松，确切时间甲内容，拢需要中国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报告一个好消息，互您知。自今日开始，若是自由行的旅客，若是住伫有参加观光局所举办的国民旅游补助饭店，特间房间会当领到经济部所补助的夜市啊抵用券200块，会使用伫83个合法的夜市来使用。要安怎使用的，咱做伙来看。规份夜市抵用券，并且以50块为单位，为顶礼拜开始已经陆续送到旅宿业者手头。即日起，民众入住参与各路补助的合法旅宿，每一晚会当领到200块的夜市抵用券。您有申请我们的那个补助金的秋冬补助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话，每一间房间会给您200块的夜市抵用券。这摆夜市抵用券是由经济部补助中发出，限量290万张，预计会当带动17亿消费。抵用券由旅宿业者代为发放，大数北中南区的消费者只会当伫迄区使用，东部地区甲离岛是无受限制，会当使用伫全台83个合法夜市，有登记纳清洁费的摊商，也毋过袂当找钱。券的使用方式从今天才开始，所以很多的细节部分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么了解。那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担心中。近前有民众发现未少的知名夜市无参加补助，经济部表示，包括基隆庙口夜市、台北树林夜市、台中逢甲夜市、宜兰罗东夜市等，拢已经补申请参加。夜市抵用券引起话题，也过旅宿业者观察，目前整体订房率并无明显的增加。订房来讲，国旅的部分目前还没有感觉有比较好，那可能因为9月份本来在业界来讲，9月份又会比较差，一定要拉一些外国人进来。你说只有靠国旅，我相信也是有限。业者认为政府补助加减会有帮助，也毋过国旅带动的商机有限，也呼吁政府干部爱加强查缉非法旅宿，以免非法业搁分掉客源。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保署上新的研究发现，在家己的老大人，伫厝里接触到的 PM2.5是上界悬的，可能甲厝里伫厝里内面烧香拜拜，甲附近的庙事是有真大的关系。也发现讲 PM2.5会影响到幼稚，甚至是腹肚内面囡仔发育不良，或者老大人有可能也会变更较大颗。空气污染不止来自大环境，也可能来自客家微环境。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保署合作，第一摆将寺庙餐厅处正在亚洲特有空污排放源来去监测，并且比较台北、花莲、嘉义、甲高雄等4个地区老人 PM2.5暴露量，结果发现无论室外大气、客家室内外环境，或者是个人，拢以家己地区上悬。比较多的贡献来自于说，有烧香。以及说有煮食物、排油烟机的使用的习惯也很有关系。国卫院表示，老人是空污危害高敏感族群。第一摆针对北部、南部甲东部老人较侪都市进行环境监测，结果发现家己老人 PM2.5每日暴露量上悬，每日香港只有64.2微克，第二是高雄54.5微克，台北36.9微克，花莲36.7微克。也佫发现 PM2.5也影响免疫指标，造成幼稚伤害，体质发育不良，甚至乎肌肉量下降，致使机能油增加变大颗。肌肉量的一个流失，一般是一个发炎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些 PM2.5其实它最容易被研究的部分是它造成发炎的原因。所以当身体一直在发炎，肌肉的部分就处在一个发炎状况，它自然而然不能够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而研究分析发现，全台 PM2.5年均浓度差不多全部超过现行标准，每日香港只15微克，中部上严重。高雄空污主要来自交通、金属冶炼、工业等，所以高雄、分嘉南、中将头应该列为急需管控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线中环公路的主航桥段15暗时也发生大崩山，规个土石啊是甲车路砍掉的，无法度通行。也因为有继续伫咧帮大型机具无法度去清理，目前先将现场封起来，也请民众先莫到这个所在。经过几暗，中海公路131公里的主温路段，16号早起的山壁也是一直看到翠石甲土方一直骨落，也佫带着大型的石头一直拼落来。山壁下面都是8.5公尺宽的道路，也被大批的土石砍掉的。附近居民表示，台北线规段这几年4月拢有真侪地点放弃，也毋过主温者也是头一摆。已经落一暝啊！落一暝啊！啊，你暗时安尼会特别啦，唔敢困，特别怎？因为40几年头一摆听到安尼。就是他一直这样子滑。泰鲁国干部团出动大型的机库，并且到场勘查，发现大约5至10分钟就会放一摆。落石落落来，哪来哪只步边无情，嘛无稳定，所以不排除也有更加多面前的崩落，也致使目前抢修的机库无法度靠近。持续的一个情况都还是间歇，那还蛮大量的，刚刚都有拍到影片目前还没有办法靠近。要大概你预估要多久呢？等这个坡面稳定之后，我们想办法到坡顶去看看，因为它目前这个滩涂已经到坡顶了事实上还在持续，它有间歇的一个状态。那这样会塌方是什么原因呢？初步调查是因为这个自然风化台北线自15号下昼都有崩落的情形，到了暗时落石将8.5公尺路面全部砍掉的，无法度通行的车辆卡伫东西两边，好佳在无人伤亡。中淮公路116到133公里，关原到主温路段目前完封起来，估计步兵稳定了后，就会当开始清除路石，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尾山有一大的饲蜂场，曾发生讲所有的蜂拢总来死去的现象，可能有4到900万只。不过，这款的情形甲互动药偷袭的情形是无相共。饲蜂的蜂农也认为讲是去互下毒，警方也当咧收集证据，也送到农改场进行化验。这几还咧跳落看，无效呀。拍开箱仔，蜜蜂全身皮皮喘跳来跳去，已经无法度正常活动。嘉义县梅山乡这间饲蜂场15号发现蜜蜂无正常，慢慢死去。蜂啊，晓偌侪钱？今麦价钱3、4千块。3、4千块，系啊。
个面起嘛，我冇用。起拢无啊。伤下骹甲涂骹，蜜蜂已经死真济，现场314箱原本只是地花蜜采收的时阵，产地介绍每袋斤300块起跳，即马不止无法度采收，还阁损失将近200万成本。农民认为状况无单纯，向警方报案，希望调查原因。我路掠着啊无安尼算咁啊，规半担无收成啊，就去上课。说附近的菜园还是槟榔园喷药，当然蜜蜂会死亡，那这个死亡不会这么大量，那么集中。饲蜂协会也接到通报，推估以一箱平均15000到3万只蜜蜂来算，上济可能是500万到900万只。甲过去因为农药大量死亡现象无同，而且今年蜂蜜虽然欠收介绍并无大起，应该袂引起工业竞争下毒。警方已经采检体送农改场化验。记者综合报道。刑事警察局电信侦察大队伫台中7期的商业办公大楼，查到有中国资金的吉他所谓到遐所谓伫台湾招员工。除了因管理该站伫中国以外，因对技术服务到网站拢是伫台湾，而且因是伫咧做非法的网络博缴。刑事局电侦大队伫今年7月发现有6组转入台湾，伫台中市7期门禁经验的国际商办大楼设办公室机房，对外公司行销公司伫104进入银行找人，实际上就是做非法网络博缴。透明畅通的这个升迁机制，而且它正在扩张期等等那警方在搜索的当下当场就有2名这个台湾的青年过来应征。6组以干嘛所谓高遐所谓伫台湾设机房，叫或者定制8-365成为会员，都用支付宝来入资。博缴游戏、美籍运彩加澳门北加路这网络博缴拢用算，甲过去只有机房设伫台湾比起来，一条实个产业链，敢若是缴金到人民票50亿，核心台票216亿。他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中方他这边他到底是主嫌是谁？其实台湾以前也是一条龙那时候是以前是由台湾在设置，那现在我们查获这个是由中资设置的。警方伫4月11号进入大楼办公室，掠到7名中国人，交保了后无限制出境。这间公司有领导4到5人，拢是中国人。每个月来台几工，经理以下拢是台湾人。有行销客服、技术部门是有网络优化、美工网络、界面设计到网络串接。警方指出，中国非法博缴业者缴金收付伫中国，伺服器设伫美国，网络维护到客户服务是伫台湾以一条小产业链运作。这方面闪骗当地公安队长地址是看中台湾工程技术。警方将74名嫌犯以博缴加洗钱放伫法定罪以上，佮透过两岸司法合作，将中国籍的涉案人罪行通知中国公安。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苗栗有一位对越南过来台湾42岁姓朱的妇人，因为新住民大家对大家拢是互相信任，也起花啊，一个花啊也标买10年啊。不过最近却一直咧起花啊，大约是标着560条，大约有5000多班，了后就失踪啊。找到人才知影讲，伊人已经放弃找无啊。摕伫海报大声控诉，找无人帮助的越南籍新住民，希望有人会当打相共。朱小龙，借钱还钱。细数越南新住民已经失联，伊小弟的头毛点前，进了几20岁的东乡新住民，被讨回因的汇款钱。8月20几号，他载他姐姐去南部的，他现在说他没有，他现在说他不知道他姐姐在哪里。好了，不要动手了，不要动手了。42岁姓朱的越南新住民，嫁到台湾将近20年，定以合作会名义去因东乡标会，今年佫是未结，因毋过为7月开始，伊出来调查头为由，开始无法度正常付钱。他每次标会都在你家里标呢，你收钱的呢？你收钱都交给你了呢。受害者发现，到今年8月底，姓朱越南籍新住民拢总去了60多回，总金额估计5000万。他5、60条里面，他一个人那个跟的就跟大概有10-20条。受害民众表示，细组越南新住民靠着标会的钱，将父亲甲弟弟拢接到台湾定居。4年前，未接甲东乡起回借钱，怀疑是恶意倒回。苗栗县社会处指出，新住民信任东乡，有时阵会疏忽证据的保存。做证据的保全啊，就是譬如说他的标会的单子啊，或是一些存折啊，什么都要有妥善的保管这样子。
律师表示，会当组织自救会，透过强制命令手段来要求赔偿。受害新住民为住伫斗分区德人镇甲自救乡，有一寡人唔敢互红在迄边的人知影。部分受害者已经向地方法院提告，不过只会当设法民事支付命令。苗栗县社会处提醒，这类的地下经济风险悬，新住民对抓到同乡情谊的金钱来往，爱搁较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天。沙地阿拉伯这两个大型的石油设施，和也门的叛军攻击，必须爱先来暂停运作，影响到5%以上的石油出口到世界各地头。国际油价也伫10月随来起价。美国总统川普也已经授权，必要时阵爱甲战备所欠的油提出来稳定市场，也讲一直的反击幕后的主使者。受到沙烏地阿拉伯3年減半國際油價起到4個月觀點的影響，華爾街股指機會落盤，市場轉向避險。16號亞洲股市開價，中場起盤復見。雖然美國總統川普15號已經授權，必要時陣釋出戰備豬油穩定市場，也個推文講石油真濟。分析家油源關到原油價進一步衝擊全球經濟。The price of gold will rise, shoot up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price of oil. And some stocks, like heavy users of petroleum, like airlines, shipping company, will suffer. Generally, for the industrial world, the stock market will fall. 沙烏地國營阿美石油位於阿布蓋格加胡萊斯的兩大石油設施，14號遭到也門叛軍直接無人機攻擊，引起大火暫時停起來。地區全國3年減半，影響全球超過5%的供應量，以外加液化天然氣供應量也減半。沙國能源部長表示，將動用更大的石油儲備來彌補。當局雖然講控制了火勢，不過也無徹底拍花，兩大設施損傷狀況不明。3年恢復正常，恐驚不是幾天的代誌。雖然也門叛軍青年運動講是隱患案，不過美國甲沙烏地攏指控伊朗才是幕後使人者。美國政府公布的衛星相片顯示，兩大石油設施受到超懸準確度精確的攻擊，可能當時動用無人機甲巡遊飛彈，超出也門叛軍能力，而且攻擊的方位來自北方還是西北，符合攻擊來自波斯灣、伊朗還是伊拉克的方向。川普推文表示，阮知影是啥物人佇幕後主導，而且炮彈已經裝好，也毋過需要聽三國對攻擊的起因以及後續行動的意見。另外，也推文指控有關家己願意無條件甲伊朗會談的報道是假新聞。記者綜合報道。全世界頭一座海上的核電廠，頂個月23對羅西亞來出發，經過3禮拜，也到羅西亞上界北邊的城市。這座核電廠打算伫年底要來發電。不過，環保團體也煩惱講會來造成問題，上較嚴重的就是造成環境的生態危機。去到四四角角的海上核電廠，載着拖船到達接近俄羅斯的佩維克港口。俄羅斯的這個海上核電廠是全球頭一個海上核電廠。頂個月23號，為俄羅斯的西北城市摩爾曼斯克出發了後，20多天以來，經過美國甲俄羅斯之間的北連海峽，行了差不多5000公里，總算在當地15號到上北邊的城市佩維克。обеспечить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ей как город Киев, так и подключить уже первых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俄羅斯國營核子企業表示，這個核電廠會正做是全球上北邊的核電站，會取代菲律發電廠加舊的核電站，替當地超過5萬人甲石油開採平台提供用電。過去俄羅斯就想要長期發展這款小型會刷電動的發電廠，分布在俄羅斯國內真歹過去的偏遠所在，讓發電廠會當在賣用石油狀況之下繼續工課3到5天。Такой, скажем, образец,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нам достойно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ерию плавучих атомных энергоблоков для различных задач и в нашей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и, надеемся,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оектов. 这个海上核电厂为2006年开始起，船面顶有2座发电量能达到35条瓦的核子反应炉，是用18世纪俄罗斯学者罗姆诺索夫因斯的名来号名。规只船长144公尺，宽30公尺，排水量有2万多吨。搁有直升机的天气坪甲指挥台，比普通的转接船搁较大。因为核电厂铺伫海面上，虽然俄罗斯政府是一再强调真安全，不过也是引发着环保人士甲烈士和平组织的烦恼。若是遭遇到强烈的风灾，也是意外灾害。会正早是冰山面顶的切诺比，也是核子铁达尼号危害着生态环境。记者台视报道。以色列伫17要举行这半年来第2场的大选举，而且防指控贪污食钱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想要来拼连任，选情是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也透过 Twitter 来宣布讲，打算要甲以色列来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可能对纳坦雅胡的选情可能有帮助。以色列17号要举行大选，是半年来第2摆。早已经是在位上久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面临贪腐的指控，又要拼连任，希望搁再创下奇迹。This is not right versus left issue. This is not about the Palestinians or Iran or the economy or corruption. It's about this one person and whether we want him to continue as Israel's prime minister. The second issue, and this is new to this election, is for u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have a third round. 今年4月以色列大选，纳坦雅胡虽然破纪录5连任，却是无法顺利组成联合政府。以色列国会有时表决解散，伫9月重新举行选举。纳坦雅胡领导右翼的联合党，要甲前参谋总长甘茨领导的中间派拿贝联名激烈竞争。4月大选时，联合党敢若比拿贝联名加出1席。根据最新民调，中选结果甲顶摆可能差无多。I'm going to vote for blue and white for Benny Gantz.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win. I think the situation will stay as it is. But, you know, I can only hope for the best. And maybe there will be a change. Good luck. 外界有期，若是纳坦雅胡搁再当选，伊会寻求国会和平权，避免家己被伊早期收钱甲背信这罪名起诉。立着伫个大选前几天，纳坦雅胡果然是开出重忧，宣布占领约旦河谷，进行新的屯垦计划。היום הממשלה תחליט על התנעת התהליך של הקמת יישוב מבואות יריחו בבקעת הירדן. האישור הסופי כמובן יינתן עם הקמת הממשלה הבאה. 伊向甲纳坦雅胡友好的美国总统川普14号伫推特宣布，已经甲对方通过电话，谈论两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可能性，助攻意味增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英国的消息。英国首相江森16会甲欧盟主席来会面，不过因也要讲江森一定会表态拒绝延长10月31脱欧的期限。若阵内无讲好任何协议，10月31时间一到，就可能会硬来脱欧。英国首相强生16号要伫卢森堡甲欧盟主席容克进行午餐会，有期强生会表达希望能伫10月18欧盟领袖峰会达成脱欧协议的立场，若无成功，也会拒绝任何拖延。10月31脱欧期限一到，会带着英国硬脱欧，这是强生7月就任了后第1摆甲欧盟主席见面。Absolutely. The Prime Minister is fully committed to getting a deal. The entir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now is focused on getting that deal and is planning and preparing to leave on October 31st with a deal. 不过，在野自由民主党15号表示，帅气伫国会一切有关脱欧协议表决拢未支持。自民党15号召开党大会，党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级留欧的新政策。党主席苏文生强调，若成为执政党将撤销启动历史本条约第50条。伫下一届大选进程，自民党会继续甲其他在野党合作启动另外一摆公投，来阻止危险的硬脱欧。英国国会这个月9号才通过阻止硬脱欧法案，除非国会10月19以前批准英国政府甲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或者是冻结硬脱欧。若无强生必须请求欧盟将脱欧期限延到明年1月31。There is no doubt that our country is in a very divided place at the moment, and I'm sure we are all concerned
欧洲议会本礼拜会投票决议，是不是拒绝强生要求提掉脱欧协议中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这项修改必须得到其他27个欧盟领袖支持，加欧洲议会通过。若无英国会伫10月31日脱欧，欧盟主席容克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伊无确定抑个其他边境保障措施的替代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农业的消息。在高雄基山的饲鸭场出现台湾头一个 H5N5 禽流感的病毒，防疫单位也已经杀超过3000只鸭。农委会也表示讲，目前这个疫情是还未摊开，希望在3个月内将病毒完全清掉。高雄市基山区的鸭场禽流感经过试验所检测分析，确定是 H5N5 高原性的禽流感病毒。这是台湾头一摆出现这种禽流感病毒。农委会已经针对案例场周边3公里的养禽场完成全面采样检测，目前无发现新增的案例。这个病毒虽然在旗山的这个土湾鸭场被我们验到，可是它没有散布到周围的养禽场里面去。初步我们认定它还没有扩散的这个现象。防检局表示，在基山区鸭场确诊 H5N5 高原性禽流感了后，拢总捕杀3583只土番鸭，研判感染源可能是病毒重组，也是透过野鸟为其他所在入境。这一株病毒株它的 H 是来自于原来台湾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 N 呢是来自于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的这个野鸟，所以在台湾组装成一个新的 H5N5 的病毒株。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它在别地方已经有这个病毒株了。临近国家中，中国伫2008年捌通报过 H5N5 禽流感病毒，欧洲是伫2016到2018年间有零散的个案，不过并无造成大量禽类死亡。农委会表示 ，H5N5 不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将会继续加强疫区禽场监测，并且辅导业者落实场区的清洁消毒。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所罗门群岛外交转向，决定要甲台湾来断交，转向要甲中国来建交。外交部伫较早时阵也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透过金钱外交要来打压台湾，压缩台湾的主权，挑故意伫大选头前要来影响到台湾的选举。所罗门断交，这是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第6个断交的国家。驻华总统也在暗时7点半时阵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以大量的金钱来阻挡咱的外交，也污咱的条卡。对于所国政府跟中国建交的决定，我们要表达强烈的遗憾与谴责。过去几年，中国一再透过金钱、政治上的压力，打压台湾人的国际空间。我们也要给予最严正的谴责。这不仅是对台湾的威胁，更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破坏。台湾日前因为研究所伤过济，真侪博士拢是读到假。教育部也自104学年开始，逐年来减少招生的名额。不过，正因为就业市场的改变，教育部打算对109学年度开始，将招生的名额改变由各个学校家己来调整，调整了后，才招生数量才送到教育部来决定。台湾有不少大专校院在过去公司研究所，捌造成流浪博士问题浮现，所以教育部对104学年开始扣减15%的博士班招生名额，和学校调控15%的名额。结果到107学年，控管制度小可有成效，注册率有回升，所以建议109学年会调控机制扩及到研究所甲学士班。108年开始，博士班的3成名额都让校长去做控管了。在109年的部分，我们进一步把它扩展到硕士班有2成的名额，学士班有1成的名额。教育部指出，过去学校想要精简科系名额，但是因为系所的自我保护主义离我度实行，所以希望和大学校长兼顾对招生情况甲就业的情形调控名额，像是工程、AI、资安这科系优先争业。对教育部的做法，有学校表示乐观其成，不过也坦白讲，名额若是未删减，系所会反对的声音，可能将做各校未来新的考验。整体大方向，
我认为是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联谊事实上也不太好招，各个学校要在招生方面自己去努力。如果有新的系所成立的时候，需要这个名额，我们才会来动用这个名额。不然的话，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尊重系所的需求，让他们不会因为说这个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冷门，就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了。台大也向教育部提出新的教学实践方案，建议采取非热门系所，当年度扩业保留，留用予其他系所。等其他年度有人数回流了后，就会继续使用的措施。不过，这阵也无得到回应。教育部是提醒各校，员工参与类禁止竞业，医师甲教师类也是有总业管制。各校爱甲分配案送教育部审核了后，才能招生。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喜爱大片，正人看，台湾才会开看。文化部自1807年开始，编列4年一期的计划，要来推测到台湾传统剧团的开机线后，以及着传统戏剧接班人的复习，要来协助这个传统戏剧会当继续生团落去。伫咧16下晡，邀请到国宝级的艺师、甲因的接班人以及着组团的艺生做伙来表演，展现着因学习的成果。四艺生轮流上台，精彩呈现歌戏、布袋戏、八卦以及莲花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文化部自1807年开始推动台湾传统剧团开机线后，甲传统戏剧接班人复习等计划，完成4年一期，目的是延续传统艺术发展。我们总共结合了59个团队有88位年轻的新一代的艺生参与今年的预算是去年的2倍，我们明年足足成长2亿。除了传统表演艺术，需要培养的接班人之外，也有增发特编、木雕等传统工艺，也是推广的重点。我们的回馈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工艺给发扬出去。我们学到怎么样去接待，好，那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技艺，更精致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台湾传统工艺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之后，用我们好的作品去把它建立出来，这样。传统木雕、学文青、浮雕、音曲等技法，新派一粒就学起来。国宝艺术认为，现阶段的重点除了培养接班人，也该爱好因舞台。传承的问题，第二个是制造舞台的问题。学到技艺之后，会面临到的是生活的压力，这一块呢，我想，继续让他们有机会呢。工艺艺生向国宝艺术学习，每礼拜上课2天，1个月大约有3万外不等的补助。表演艺生以1年12个月来算，大约是每个月2万3至3万2的补助。文化部针对老中青无共年纪的艺人甲相关专业人员，定制展演甲培育计划，希望未来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会当代代相传，开机线后。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设计中心今年推出新的地景设计元素，透过绕过台东县外海乌潮，也就是乌海水来做主题，特别邀请5位音乐加媒体影像的专家来做伙创作，要互因愈在地，才会到愈国际。弹吉他、炸摄影机、翕相机，台东县设计中心邀请来5位创作者，16号中昼坐游艇为富冈渔港出发，要去海上找找创作灵感。台东县设计中心今年推出乌楼漂流计划设计元素，以绕过台东外海太平洋乌楼为主题，规划台东到成功到绿岛，各去南势的海上行程，互创作者运用专业伫海上漂流视角，透过为海上看台东的视角。设计出今年度台东地景的新季单。透过跟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对话，跟亲身感受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启发身体的创作灵感。海的那个不可抗力更高了，所以整个历程我觉得我们原本排练行程可能跟现在规划不一样，那我也觉得是创意的来源了。这个行程也提供一只原住民竹牌啊，互国人伫海上漂流，希望能提供更加侪人文方面的创作元素，按算11月呈现因伫海上漂流的设计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枋寮东海村边仔有一个工厂的仓库，内底好亲像炖有阿鲁米的幼麸，一直有臭味走出来，连当地居民也是臭甲挡袂牢。
在今日透早也去包围工厂，要求政府爱出面处理。环保局也表示讲，目前会先开罚单，确定了后，也会请工厂赶紧来清走。空中摄影机翕到屏东枋寮东海村这个工厂仓库，旁部看到混杂的物件。村民讲，工厂已经20几年，平常时稻草味，最近只要是落雨了后，搁较插片，连今年中秋连假拢无例外，引起民众不满。16号早起去包围工厂。牛乳甲大家拢挡袂掉啦，囡仔大个啦，下久的也用看。我感觉因的地主因拢也无啥生意要向阮担这啦，大家村民拢希望这个物件莫伫庄头啦，因为伊种鸟甲安怎随时落雨，随时就发生味得出来。屏东县环保局连2天去稽查，发现厂内囤的是阿鲁米太空包，会以违反空污法，发生包厢相关500万以外，也请地主甲土地使用人到按说明调查清楚是不是有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状况。在施工的关系导致整个储存状况有不佳的一个情形那遇水就产生这些氨气，造成这个民众闻有这个恶臭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已经责成这一个地主包括包商要做好这个储存的设施，避免在这个产生污染的一个状况。环保局表示，太空包伫工厂蹲真1年，目前对查到的地主是新接批的土地，无一定是坑的人，所以需要一寡时间来调查清楚。不过，只要是确认对方身份，一定要求将这废弃物全部清走，避免搁污染地方。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拄过，恁敢有想过，恁烘肉挂壳的蚵仔是安怎来的？伫婚林树湖，若是到中秋前后，饲蚵仔渔民拢会甲蚵仔壳装甲做一罐一罐放落海，挂伫蚵仔坪。毋过，这个山是积愈来愈大片，日后要看到这个蚵仔坪，可能也是愈来愈困难。一粒一粒的蚵仔壳洗过、拍过，再做落空，才会互林人卡上真溜溜，哪做哪讲，无3、5个月的时间，就甲一罐叮叮咚咚的蚵干绑好势啊！就18个啊，18笑啊，18笑啊，18笑啊。啊，你绑一罐平均爱偌久？一罐15分啊。云林四湖乡早期是饲蚵仔的主要产地，逐年中秋节前后，拢是放蚵仔仔上好的时机。这放蚵仔仔的材料，就拢需要人工一个一个绑，了时又搁了工。不过因为最近沿海地区的山土定定积条咧，所以放蚵仔壳的空间就愈来愈少，蚵干的需求也对咧减少。沙洲已经要产咱海岸要到咯。啊，因为咱这爱有一个沙洲挡条来咱要往蚵仔，因为你若外海，就无法当时阵，因为外海的风影足大的，外海风影若大，你往蚵仔往浮边仔来，就拢啦，东北季风来就拢拍去啊。即马生态所在较工作机会较少啦，搁人口老化点，一寡算甲你若讲要做初档的较无法度的。就来读这学较咱像讲加减补贴家庭生活啦，大家做伙嘛算讲日子嘛较好过，较快乐过啊。永尊渔产社会，世界拢会使看到村民绑蚵干的身影，随着人口老化、少年人外流，蚵干毋但贯穿饲蚵仔产业的起起落落，也甲村民少年到老的沿海基地绑做一罐又搁一罐。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潮州树林健康步道，要人或者是上水的历史磅空，那真侪人会去遐翕结婚的相片，也是观光的好所在。未来地方也会甲平地森林园区的脚踏车步道做伙连接做伙，到时阵有影着真好佚佗咯。风微微吹过来，眼前看过去，青润润，规排拢是细叶蓝林树，互人看到心凉被透开。这是互人叫做上水绿色隧道，屏东潮州的树林健康步道。即阵除了这迷人的隧道以外，未来地方阁要甲伊延伸到南后树林平地森林园区的自行车道。绿色隧道入来，咱来行遮这个风景看了，入来咱树林地内底。咱条面宫，这是200年历史的一个老庙啊嘛。了后，咱阁出来7撮新式的遮，直接咱会当统一到对呢，直接统一到林后平地森林。
这阵绿色隧道有1.2公里长，永准是台湾糖业5分车会经过的路段。附近的景点包括关帝古迹、凋林宫。这阵步道的后半段也搁伫咧施工，未来会延长1.2公里，打造完整的自行车步道。沿途也搁有电风产业的作物，正做囡仔熟悉农村景地的自然教育。坦白讲，现在都市很多小孩子根本不了解稻米是怎么形成，凤梨是怎么过来。确实，现在是很多小朋友，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当地的东西，所以说他不了解。那我是建议说，如果说将来有机会，上级有补助这个经费的话，我们社区可以配合，把它规划成一个区一个区，像这个稻米区，这个是凤梨区。延长步道的工程估计伫咧10月底进行会完工，到时阵绿色隧道地会有2.4公里长，拍通镇内外观光的灵美，正做兼顾地方性甲自然教育的观光廊道。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过后，天气也渐渐变冷，咱也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的情形。北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3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